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3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台南市后壁区昨半暝2台轿车相撞，造成3个人死亡，警方在厘清车祸的原因。受到方面的影响，气象署发布西北风特报，上北甲宜兰拢会落大雨，有专家嘛提醒，会有线状的对流，雨水会增高。17岁倒球选手叶一点引起的争议，体育署暂停协会活动补助款。倒球协会嘛声明批评讲，体育署是霸凌协会。来看台南市后壁区昨半暝有2台轿车伫德位后桥附近相撞，有3个人掉伫车内，救出来时拢无喘气、无心跳，送病院嘛救无倒来。车祸迄当时当咧落雨，敢是因为落雨路上骨看袂清楚，才会出车祸。警方继续调查。初日暗时2台车相撞，消防人员赶到现场，发现车头冒热，有一对男女吊伫咧车顶，另外一台休旅车，嘛有一个查某驾驶吊顶悬，警消赶紧救人。车路顶悬，零件碎糊糊，那个规世界车头嘛拢冒气变形，消防人员赶紧把3个人救出来，不过拢无性命现象。车上2车总共有3名患者都没有意识啊。然后我们随即利用破坏器材将受困的患者3人全部救出啊。救出后发现3个人都没有生命迹象。3个伤者送去病院抢救，也是救无回来。事发地点伫咧后壁区石安宫或德位后桥附近。事当时是暗时10点多，搁当咧落雨。这2台车敢是因为落雨天车出去，而且视线看袂清楚，才会相撞的。警方搁当咧调查。双方驾驶人当场死亡。另一名63岁杨姓乘客送医后不治，全案报请检察官相验，厘清相关肇事原因。应该是讲你伫遮出来，拢开伤见到的啊。这个所在，那边的峡谷看无，出来看无。记者来到现场是一个弯，边仔有一条笨花道路会接对遮来，这视线本地就无好啊，而且为车毁损的程度来看，初步检判这车应该是驶甲真紧。目前警察已经报车检方来小验，嘛呼吁民众在暗时也是落雨天驶车，速度一定要放较慢的，避免出车祸。公视新闻综合报道。受到方面的影响我岛西部地区的天气是变甲真无稳定。气象署嘛发布西北风特报，上北甲宜兰拢会落大雨。气象署嘛呼吁民众尽量着莫去山区。有气象专家嘛提醒讲，这波方面会停一困啊。今仔个明仔载2天各地拢要注意会熊熊落大水雨。前气象局长郑明典嘛伫面册发文提醒讲，会有线状的对流，所以这波的雨水会增高。到台北地区要中昼的时阵，天色转暗，大雷雨、搁雷击，天气是真无稳定。西北部地区嘛开始有减少的降雨，青沙开始受到地流方面的影响。西北部亲像澎湖、金门、马祖天气无稳定。过昼的时阵，东部地区和各地山区嘛有局部雨，对雷达回报度会当清楚看到云系接近。前气象局长郑明典嘛发文提醒讲，线状对流系统接近，若是有细呐，会有一阵大风大雨。通过再加上一些热力作用，中午过后，东南部地区也会开始转为有短暂阵雨的天气，所以提醒大家，其实今天全台各地的天气都不太稳定。拜三开始，各地天气拢袂稳，西北部和山区过昼的雨势真大。拜四方面，对北往南过程，宜花地区伫过昼雨势搁较明显。拜5到拜6方面渐渐愈远，但是水汽同款侪。南部东半部是继续落雨。气象专家提醒讲，这波地流方面甩的速度慢，影响较久，嘛要注意伊做回来的强阵风。特别是西半部地区，它不只有短暂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那甚至于随着锋面的移入，
还会有强劲的阵风。专家提醒讲，锋面渐渐往南刷了后，水汽还未完全离开，接落来，阁有华南分布大势接替移入中南部和东南部的山区，要注意连续几天的降雨，嘛避免去山区。公司新闻综合报道。17岁倒球选手叶怡点因为和倒球协会取消参加 WTT 大满贯赛的资格，引起争议。体育署是和协会一日的时间来回应回失的，也毋过协会嘛是无任何动作，体育署就会暂停补助款。署长陈世忠早起嘛表示讲，原则上是先暂停协会活动补助款哦，选手参赛赔款，尤其是黄金计划是拢未受到影响。拄啊，倒球协会嘛发声明，项目理事陈信彦佮呛讲，体育署只听选手的话，就要求协会回失的是在霸凌协会。倒球协会伫咧体育署所在体育大楼9楼。叶怡添的代志引发讨论了后，体育署长陈世忠讲，体育署有去沟通，也毋过倒球协会高层是无来沟通。秘书长到即嘛也无对选手来回失的，敢若伫官网来声明会虚心检讨，但是因为曾志恩搁一届发声未冻结所有的补助。原则上就是针对协会的活动的部分去做补助款的暂停，但不会让它核销。至于选手的参赛以及培训的部分，特别是黄金计划，这些我们不会去取消，也不会暂停。陈世忠讲，选手参赛培训，特别是黄金计划未取消嘛未暂停。而协会一开始声明，选手应该以国家公认为优先，这款的思维伫正经媒体专访嘛讲较精明。网站上有公告说哪里有公开赛又要去打，就打得很累，打到亚运的时候又临时又受伤。这得哈，这老实讲，因为我们两个在训练方面也不大懂啦。事实上，黄金计划规定选手有义务来帮国家来参赛，和协会有这款的认知。陈世忠表示，针对高尔夫、倒球、羽球、网球这寡有职业比赛、职业积分等级的选手，甲股份中心来讨论修正制度。如果选手的成绩已经远高于锦标赛，我们应该让他去追求更高层的赛事，不用去限制他一定要参加锦标赛事，把重点放在青年青少年过渡到职业的阶段，而不是当选手得牌之后再去用这些黄金计划的高额来做锦上添花的动作。陈世忠讲，有甲卢颜芬来请教，才了解职业比赛世界选手。甲其他运动种类选手的想法甲处境无同，股份中心咧调整。若是倒球协会，体育署确实无真侪工具去要求一个民间团体，希望透过社会讨论，互协会会讲赶紧来导正生态。公司新闻台北报道。热切的总统早起是以军内来迎接咱国友邦马绍尔群岛共和国的总统海尼。总统海尼表示讲，台湾是因坚定的伙伴，会继续支持台湾参加包括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来深化两国的关系。海尼总统是真感谢咱政府的邀请，伊嘛强调讲，今年是两国建交27周年，嘛是第7届来台湾访问，展现深化两国邦谊的决心哦。伊表示讲，伊非常的期待，当甲赖清德佮有政府官员来讨论讲，要安怎进一步来强化邦谊，佮有两国人民的交流。再来看北美民进党立委吴思瑶案离解送件，一礼拜六就到期了。调一人赖伊临时讲，目前只有21000份的连署书，佮差6000份哦。伊嘛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来申请加处分。伊主张讲，离解连署书应该由连署人来送件，毋是单一领函人。今仔下晡会开庭。赖伊林嘛表示讲，原本的领函人张克进提出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看到连署书中出现伊过身的妈妈的签名。那之后，他才跟我讲说啊，原来是我们领衔人的母亲，然后已经过世了一段时间。那我看到的时候，我很冲击。张克进教授他看到一定更冲击。罢免团体调集人赖以仁，就是原地罢免民进党立委吴思瑶的代表人张克进。伊宣布退出的关键原因是看到伊已经过身的老母，伊的签名嘛出现伫咧第1届大连署书内底。赖以仁强调讲，伊袂怪罪张克进。不过，同一批连署书内底，还佫出现142份被罢免人不是吴思瑶的情形，是引起大家议论。他到底是混到了其他的被罢免人这件事情，其实我们也无从得知。造车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有什么样的瑕疵，这就交由检调
他们来调查。罗义任指出，出动时是由市党部协助列名册，而且目前检调还在调查当中，相关的细节无方便讲。即马第2阶段人事送件，即礼拜6就要到期。罗义任讲，目前敢若收集到21000份的人事书，还阁差6000份。不过详细嘛，甲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申请加处分。主张第2阶段人事书应该爱由人事人来送件，并不是高级代表人。初3下晡会开庭审理。我的心情一向是非常的平常心，我一向是以我的问政、我党团干事长的工作优先。今天赖以任找我去陪他出庭，我怎么可能呢？我很忙。目前罢免国民党立委31案完成第2阶段送件，传出南洋党内人事评估有3加5色危险的名单，上界危险的是叶元之、涂宽杰、黄建斌，还有王宏维、齐卡心、吴虎庭、陈正乾、加罗定伟嘛去用点名。我们用一个区域联防的方式团队作战的方式让所有的市民了解到这一次是民主的保卫战，所以我们要共同站出来反恶霸。国民党党主席朱立伦陪同嘛去拄到罢免危机的林德福去市场求支持。朱立伦讲，国民党所来会继续拍拼来反罢免。公司新闻台北报道。民进党台北市员陈义君涉诈领助理费384万，每个月又阁收因建奖39000外块的顾问费用，协助向市政府施工的单位来施压，伫1档半收70外万的乌钱。士林地检署今仔侦结起诉陈义君甲办公室的主任计共7个人。任7名被告分别涉犯贪污治罪条例之公务员利用职务上机会榨取财物。不违背职务交付贿赂，不违背职务收受贿赂，刑法使公务员登载不实公文书、伪造属押及洗钱防治法之洗钱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犯罪所得新台币384万余元及70万余元，申请法院宣告没收。检调查出陈义君对2019年开始，涉利用小弟前员工等4个亲友来做人头，诈领工会的助理费的补助，计共384万哦。检调伫今年2月发动搜查，陈义君本地是以100万交保，检方控告该裁定羁押禁见到单，下晡会阁来开庭，看敢要继续羁押。再看台北地方法院审理金华城案，今仔提审前民众党的党主席郭文德，佮有台北市议员尹晓薇等人，在案的被告拢到庭哦。已经将5点证人的前都委会执笔小秀杯嘛，搁再出庭来作证。医生接受尹晓薇律师的提问，伫过程中哦，审判长真侪解释要求律师爱问甲证人哦相关的问题，唔通调工来引导。在侦查内面转5点证人的前都委会执笔小秀杯，初3搁一摆出庭作证来接受结问。台北地院是持续审理金华城案。前民众党党主席郭文哲、卫经集团主席沈庆景和台北市议员应晓薇，多数的在押的被告拢逢提审到庭。法院嘛共报团前台北市副市长裴金清和应晓薇的助理吴顺民等人。这摆法院开庭，应晓薇的律师先出招，对议员列席协调会，结果到会议顶悬表示意见，拢想要证明应晓薇只是正常参与，并无主导施压。就算小秀杯会讲，只要议员参加拢会安排，但是审判长是真侪摆拍断提问，要求问和证人有关系的代志，莫故意传信息。自己会不会担心主席的状况？那继续演啊，他身体状况还好吗？郭文哲因某陈培琪一透早是短暂停留法院，刷落来就离开，但早就伫咧前一暝已经伫咧面册发声，表示讲司法为着要追杀郭文哲，沦落到安尼，和伊合并列的司法精英，哪会当忍受家己专业领域和通确定的信誉受到这种摧残？郭文哲进前阁互冤压，伊的律师团嘛暗算伫下晡，阁继续来进行结问。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南韩总统的选举今仔早起开始投票，投到暗时8点，上晚明仔载透早就会知影结果。这届的选举是正热，顶礼拜是拜5、2天提前投票，投票率是创史上第2高，少年族群投票率是增加袂少。南韩电视台 SBS 的开票的转播嘛真活泼，咱做伙来看卖。
南韩总统选举初3天开，不少人透早就来投票。本届大选是前总统尹锡悦因为戒严事件遭到弹劾了后，经过171日的国政抗辩，终会结束。 또 그 입장을 어떻게 모른다고 해도 얼마나 좀 헤아리려고 노력을 하는가 또 이런 부분들을 좀 많이 보려고 하는 것 같고 좀 열린 사고를 가진 사람을 뽑고 싶다라는 생각이 있는 것 같아요. 进步派投票区的广州为提前投票到顶迄日前，投票率超过50%。顶礼拜4、拜5两日的提前投票率创史上第2高的34.70%。不过保守派票仓大区只有25.6%，反映保守阵营整体士气低。当地选民有不少人已经改变立场，不过也有人强调应该维持平衡。 우리가 입법부 국회였던 기능이 지금 야권 쪽에 많이 편성이 돼 있기 때문에 균형의 측면에서 이제 여권을 좀 생각하는 거고. 떠들면서 우리나라가 전체적으로 외국에서 봤을 때는 진짜로 막 이상한 나라가 돼버렸잖아요, 안 그래요? 选情节电视台转播开票也大大采用各种创意，当会呈现候选人通背桶踢卡球，各种新奇视觉效果吸引观众的眼光，甚至有名影集。 游戏拢正做开票节目的主题，将南韩传统甲流行文化用伫计票的工作中。 밖의 시선에서 한국의 개표 방송 보면 당연히 좀 다르고 신기할 것 같습니다. 그리고 아마 후보들을 이 정도로 희화화 시켜가지고 그래픽적으로 표현하는 것도 저는 본 적이 없는 것 같아요. 或者也认同，为面对吸引观众的注意力有帮助。 那也会当连带和民众关注政治论述的实质内容，安尼就真有价值咯。公视新闻陈慧玲编译。今仔南韩总统投票结束了后，会甲提前投票选票做伙来开票。早暗韩国3间电视台嘛有公布出口民调的结果。今仔解破新闻，咱就请吴欣带咱来了解这届的南韩总统的大选。是主播。 南韩前总统尹锡悦伫咧去年12月戒严，向单休落台，今日改选总统。今日早起6点到暗时8点会来投票，也为着要提悬投票率，互无法度伫今日登票的选民去投票，进前已经完成海外投票甲事前投票，也才会选票呢，甲今日当的会做伙来开票。确定啥人做总统以后呢，会直接来宣誓就职。 也即马谁上有可能来做总统？根据上部的民调显示讲共同民主党的李在明支持度是50.2%，上述选民支持；也执政党国民力量党的金文珠是35.6%，排伫咧后壁。也上部的是改革新党李俊锡8.7%。看起来李在明上有赢面。也南韩选举结果，若是影响因国内内部的改革，卖牵动印太势力。 即马上有赢面的李在明，针对台海局势，伊讲中国甲台湾的国内问题，甲南韩有啥物关系？是安怎要去掠中国？只要甲中国讲说说就好。也比较金文珠，伊较亲近美国，伊对抗中国，伊对抗罗西亚，对抗北韩的威胁。伊即个路线是对咱台湾较有利。 华府智库全球台湾研究中心就指出讲，比较金文珠，李在明主张讲无爱干涉两岸，台湾爱准备讲要安怎来面临共同民主党主政的局面。也即边南韩的选举，佫有一个现象就是讲少年选民的变数真侪。伫咧少年选民当中，性别对立是真严重。少年男性认为讲敢若查甫爱做兵无公平。 颠倒是女性摕到真侪特权，也这嘛互讲要废除性别平等部的这个李俊锡受到少年男性的支持。南韩到底是谁会入主青瓦台？按算上班伫明仔载透早就会来知影结果。以上就是今日解破新闻，甲时间交等由主播。 感谢吴欣咱继续来关心历史和平组织册里对法国巴黎一间博物馆，甲总统马克宏的蜡像偷走，搬去罗西亚大使馆头前来做电视，诉求讲法国就爱停止对罗西亚来进口天然气甲化肥。
为着让法国会当停止对罗西亚进口天然气和化学肥料，只好请总统马克宏的蜡像到罗西亚大使馆，给大家看一下。这是环保倡议组织绿色和平的抗议行动。根据警方消息人士，2个查某人和1个查甫人以游客的身份入去到巴黎格雷万蜡像馆，所落来到换衫技术工作人员用炭把这尊价值4万欧元的蜡像砍掉，都对紧急出口选气。C'est lui qui se positionne à chaque fois comme grand défenseur de l'Ukraine et soutien de l'Ukraine. Et c'est lui qui devrait, à l'inverse, être le premier au niveau des discussions européennes pour mettre fin à ces importations d'uranium, de gaz et d'engrais chimiques en provenance de Russie. 绿色和平表示讲，对2001年到2023年间，法国对罗西亚的化肥的进口量对40.2万吨增加到75万吨，是增加86%这么多。因为讲马克宏在耍两面的手法，一方面讲要支持乌克兰，但是佫鼓励法国企业继续和罗西亚在做贸易。国际援助团体自由军队联盟初日是打出瑞典气候人士通贝里在胖船马德林号的相片，希望会当到加沙走廊的海岸运送援助的物资，而且对国际社会会当来提醒讲，人道危机佫在持续。No matter how dangerous this mission is, it is nowhere near as dangerous as the silence of the entire world in the face of a live-stream genocide. 通贝里这架船目前伊的位置都并无清楚，后面港船呢，佫有包括爱尔兰的驻勤演员连恩康宁汉。自由军队联盟表示讲，船顶的物资数量有限，但是有象征意义。5月初，自由军队联盟的另外一架船良心号，在马耳他的水域，互2架无人机拍到。联盟指控讲这是以色列做的，对这以色列是无回应。以色列进前是对加沙有长11礼拜的封锁，后壁是伫国际社会压力之下才解除，互联合国恢复援助任务的执行。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立法院今仔要针对2028年无投团的中会决议来进行表决，那里是拢加急动员哦。立法院长韩国瑜嘛表示讲，会伫下晡4点半来表决。另外，针对外界质疑讲，中会有5大机组无执照，佮违法继续小投团的发电，台电嘛回应指出讲，过去9个月哦，台电是无受到任何的处罚。台中火力发电厂防治机讲，有5台乡土团的机组无许可证，要继续伫咧乡土团，这个风波也未收煞。立法院国民党团甲民众党团做伙提出2028中火无乡土团，行政院爱随专业拨付一般性补助款，请对应台报告主权基金的进度。3大主决议，南洋初3加急动员，要拼全数通过。很多的这个燃煤发电机，甚至已经许可、已经到期过期的燃煤发电机，通都在发电。那么事实上，这个引起大家非常多的疑虑。所以呢，我们第一个案子啊，就是2028中火无煤计划的提案。民众党团伫表决进前大动作找款团，批评中火无照算是合法的运转。民团指控讲，中华气岩是摆进头前，要求中火都要减轻土炭，降低空气污染，得到合理的许可，才会当来发电。在民进党强势的护航之下，他们通过了第30条的规定，操作许可证到期，如果你有申请展延的话，则在做出决定以前，他们可以继续什么？他们可以继续的案件操作。台电跟台中市政府目前是各说各话的。那不管怎么样，目前5部机组没有有效许可证就是一个事实。台电的发电机的操作许可，事实上是还在台中市政府的审查过程里面，是他未发照，不是我们故意无照操作。款团支持那边提案2028中火无乡土炭，民众党团强调讲，后续提出空气污染防治法的修法。因那台电是赶紧回应讲，是台中市政府无发照，9个月以来并无受到任何的处分。也表示要减少土炭进前，都要思考台湾的供电敢是有够。民进党团嘛批评那边是假民生，事实上是政治斗争的提案。51个绿营立委会轮流来发言。台中市政府卢秀燕。人是你杀的，你要推给别人。那执照不发给，就代表什么？你考卷不改考卷，说人家是考试不及格。因那另外2项主决议，一般性补助款636亿，也佮有主权基金的报告。民进党团表示，会予2个案更付自托。公司新闻台北报道。
再来看行政院长杜英泰顶个月去桃园实在大谈电厂，有台电的员工是表讲，高层为着要让院长会当看到所有机组拢会运转无注意到冷凝器的上限，互冷凝器扛袂牢爆破了，造成大潭1号机的机组故障，目前搁会修理。也毋过台电的董事长是背回，嘛强调讲，台电上重要的代志是稳定供电。行政院长杜英泰5月16日视察大潭电厂，有台电的员工表出来讲，高层若像是为着要互杜英泰见证机组规个放起来情形，无注意到降温的装置袂堪力，地势温度超磅怎呢裂开，大潭1号机组才会故障。所有的机组都必须按照安全规范来操作。对台电来说，我们现在不需要做成绩给长官看。台电现在最重要的一个使命，就是我们面对机组在除役，我们面对用电在增加，我们能够稳稳的供电给台湾这一个社会。根据台电员工表示，大潭1期燃气机组降温的装置用量，敢若会当互循环来运转，袂当咧经过气力机运转排放的热能。不过因为1号机的蒸汽轮机已经损害，系统敢若会当靠气力机来发电，无法度排放蒸汽，全部的蒸汽敢若会当拢通去降温的装置。不过降温装置气力机原底设计总输出量是100兆瓦，大潭电厂1期燃气机组的气力机一台上计限度运转是60兆瓦，3台召开是180兆瓦，超出原底设计的100兆瓦。员工之余调度的政策错误，才会地势故障。它本身就是会在一个高温、高压、高湿的环境当中去进行操作，所以当初在设计的时候，其实针对于整体来看的话，这个耐受性其实应该都是通过检验的，固定周期，然后按照法规去检查它的使用状况，符合规格内的使用，就不会有这种包含什么过载啊、老化。新的电厂即使完工，但也没有气可以用，所以非常容量力的问题这缺电的问题是蛮严重。台电表示会赶紧把大潭电厂1号机修复，不过和平1号机、2号机顶个月底跳机，嘛引起国内学者烦恼电力供应的问题。台电表示，稳定供电给社会是因第一要紧的工作。公司新闻台北报道。台积电今仔开股东会有劳工的家属伫外口抗议，因指出讲台积电扩厂工程至少造成10个劳工死亡。董事长魏德卡是强调讲，台积电有社会责任因会负责。另外，针对中东设厂的风声，伊嘛强调讲，目前是无这项计划。我们维持对今年全年营收的展望，若以美元计，台积公司2025年营收预计成长接近中段20位数。董事长魏特家联军一开始就早好消息来，台积电初三举行股东会，魏特家强调讲，113年度公司的营收和每个盈余拢创历史新高，年度的成就嘛92寸晶圆出货量1290万片，先进制定的技术销售金额到整体的69%，嘛对面汇率和关税议题。台币每升值1%，我们的 gross margin， 我们的毛利率会降低0.4%，因为汇率的关系，降了将近3.多%，这蛮大的一个数字，怎么办？是不是？没有什么怎么办？努力做。面对关税，魏特加讲，关税会互物价提悬，造成需求降低，安尼台积电的生意就可能间接受到影响。但是嘛，强调 AI 需求嘛是正强。另外，对海外设厂，台积电强调，我在想，这个谣言真叫做满天飞。上一次我回答了英特尔的问题，现在要回答中东，下一次可能要回答非洲。所有的问题的答案都同样。不会。盘中台积电的股价上悬是有来到965块，代表汇率上悬是来到29.95块，升达3.8分。不过台积电先进防中抢进驻嘉义科学园区，面对最近2件公案以外，台积电嘛方指控讲无积极改善工作安全的管理。在后续的调解，希望能促成公正的调解。台积电依旧缺席。对家属的尊重在哪里？工作伤害受害人协会民间团体指出讲，台积电对民国108年甲单相关事故已经造成10个劳工无命，呼吁台积电应该统筹监督，而且提出具体的改善计划，来确保劳工的安全。公司新闻综合报道。
来看今仔一份上新的中美大民调指出，讲有超过6成的民众是认为讲美国总统川普为着利益会出卖台湾。有学者嘛呼吁讲，呼吁政府若美国要扣咱台湾32%的关税，咱的产业恐惊会搬出台湾，所以建议政府应该量早做规划。And they've agreed to open China, fully open China. And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fantastic for China.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fantastic for us. 美国总统川普顶个月和中国达成关税协议的时，有讲到这对统一和和平非常有利，并甲的统一两字引起讨论。后续美国国务院有出面驳回，讲川普是在讲美中贸易关系，也那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是无改变。最近有民团针对美中台做一份民调，其中针对台湾和中国统一的问题有6成无同意，嘛有66.2%的民众认为川普会为着利益出卖台湾。有67% 的人，他认为美国只是想拿台湾作为压制大陆的筹码。这个川普的这个个性跟这个美国优先的这个考虑啊，如果两岸发生战争的话，那是不是美国是不是会派兵保护台湾？这一题刚刚何教授有提到啊。会跟不会的，大概两边是平分秋色了啊，43%跟42%。无论是美国对台海关系的态度，还是对顶关税，拢是目前台湾社会关注的重点。尤其美国慢车执行对顶关税措施90天的期限7月就要到啊，目前台湾也未完成谈判，恐惊会予美国扣32%的关税。有学者提醒讲，面对台湾以出口立国，关税若准无法度透过谈判降落来，恐惊会冲击出口产业和造成失业。那在两岸关系没办法改善，或者是不想要改善的情况之下，只能够去依靠台美关系的这种强化。但是川普的这种决策风格，或者是川普提高关税，在产业的维护或者是产业的这种救助上面，确实是应该要提早做准备。学者表示，川普的态度反其反倒，难免会造成产业和民间的不安。伊认为政府应当要量早做准备，加强社会沟通来稳定民心。记者卢尚如、郑准由台北报道。来看宜兰的国道5号有一个驾驶伊利用辅助驾驶来驶车，煞去弄到头前在并扫高公交的车造成2个人受伤送病院。警方就呼吁讲，千万唔通上依赖这种辅助驾驶的系统，驾驶不管是拢爱注意路况。监视器画面会当看到这型清扫作业的高公交原弄车，一只互一台驶真紧的轿车弄到，速度真紧。你说这一组大概多少钱？100万，就是所有赔到120万嘛。高公交表示，防弄害的原弄结构，这会当规章化，大约爱120万。但野史执证结果出来了后，会看状况讨赔。根据警方调查，这件发生伫宜兰国道5号的事故，现有驾驶家己讲有开启辅助驾驶赛车，和在车顶2个人只受轻伤送医。也毋过最近几年，开启辅助驾驶造成的事故是定看的。就算他侦测到，因为距离也短，他基本上就相对起来，他就会常会有这种，就是直接撞上那个缓撞设施的部分。高公交表示，驾驶员开启辅助驾驶功能的时，虽然免一直打油门还是打档啊，也毋过也是爱唱话喊道路，搁注意头前的车况。巡逻车到场了解驾驶疑似开启自动驾驶模式，而未注意车前状况。撞击正在执行路面清扫作业工程的缓撞车而肇事。警方呼吁驾驶员千万唔通过度倚靠辅助驾驶系统，随时注意头前的动态路况，保持安全距离，才会当保障自身甲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看台中市有民众昨暗一台二手的微型电动二轮车烧起来，消防队去拍火佮甲车顶的锂电池弹到水桶内底，才甲火拍花。专家是指出讲，这款微型的电动二轮车电池的成本较低，品质可能无介好。若是买二手的车就要先检查电池，还是讲规期就换新的电池，还有保障。民众骑微型电动2轮车伫路中停落来，熊熊车呛白烟，骑士随跳车，15秒以后车就随着火烧。台中市南区中明南路甲复兴路口，初二暗9点外有微型电动2轮车着火烧，消防局到场抽水线抢救，而且甲车顶的锂电池弹入去水桶内底，用要半点钟才甲火拍花。我骑出到那边停下来，刚好冒烟了。因为它里面是有很多的锂电池，18650的锂电池，它会去做串联跟并联，那它就是会
一直不断的，它只要温度过高，那它就会不稳定。那不稳定的话，它可能就会冒烟、爆炸跟失火的状况。车主表示，家己是要二手车，已经骑1冬外的时间，为南屯区骑到南区，就庆烟搁倒火。汽车行头家分析讲，是部分微型电动两轮车用较歹的中国製的锂电池，线路无好，还是讲年久过深，电池的电线头落去，才致使意外。二手它有那些隐患啦，所以要去注意它的寿命，一些线路的一些寿命要去严选啦。可以考虑到店家去换一个电池芯或一个新的电池芯，它才能用比较久，或至少来做一些基本的检测。避免买到较歹的微型电动两轮车，或者建议民众会当经合格的厂商买二手车的时，嘛要先检测过，也是直接把锂电池换新才来骑。这个意外是互车辆烧甲剩骨架尔，加在现场无人伤亡，详细导火原因还阁需要调查。公司新闻综合报道。作为发展部部长黄彦南，伫上任满周年记者会头一届来回应Google移除中华电信凭证信任的事件，伊认为讲是中华电信的处理有问题哦，毋是技术标准的问题。部长嘛承诺讲年底会来完成5G涵盖率99%，6G 的同时嘛先做好准备。数发部长黄彦南就任满1周年，数发部也开记者会，公布这一冬来的施政成绩。数发部表示，目前台湾偏僻地区5G的涵盖率已经达到99%，预估今年底会当完成涵盖率99%的目标。数发部也计划伫今年底开始替6G 通信做布局。因为今年有个重点是6G 的一些频谱，在今年我们必须要做出一些这个建议的方案，好看哪些频谱要释放。然后另外就是说，刚讲19个卫星频段的法制作业今年会完成。那这边就是另外就是我们涵盖率，我刚刚讲过哈，我们预计今年5G 的涵盖率会到99%哈。这几冬，台湾 AI 科技发展愈来愈好，数发部也公布民国113年台湾电脑和资讯相关产业的营收，拢总是6104亿，甲110年比起来成长3成。另外，针对 Google 控最近公告对8月初一开始移除对中华电信的一切信任，和中华电信所签的安全凭证，数发部也做出回应。这个是我们在之前今年年初的时候就掌握到这样子的一个资讯啊，我们评估的结果觉得说这样子如果真的被移除掉，我们政府机关的网站如果用这个凭证的话，它影响会比较大，所以我们在当下就决定要采用双凭证的一个备用机制。数发部表示，因年初就一定掌握资讯，做出防范的措施，已经和台湾本土的凭证机构合作，确认未来袂影响到企业和政府机关的网站，爱民众放心。中华电信也表示，明年3月份会阁向 Google 公司阁申请一改。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台北市信义区的立坝洪家社区伫9日大地震过当中，鉴定是海沙厝，社区有223户，经过25天，总算大家有共识，要途经重启了，似乎是拢真期待。大楼外观的态度落落来，现场救起封锁线。北市信义区立坝洪家社区伫更新重建进前，是厝龄39年的14层楼钢筋控股里的建筑。9日以大地震过当年经过鉴定了后，确真是海沙屋建筑物，住户达到223户。经过25年整合，总算取得共识，进行途经改建。2、3楼剥落得很严重，毕竟是海沙嘛，所以说它腐蚀会随着时间会不断的增加，所以说我觉得这栋大楼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危楼。这个是指标性的一个都更案嘛，希望说能借由这个都更成功哦，带动其他地方哦，能够尽快的来进行都更这样子。这个案更新了后，会兴建一栋地上24层、地下5层建筑量体，总户数312户，有计120年完工。住户一直讲期待迎接安居好处，社区途经重建资费，公司整合过程真不简单，也表示希望市府未来给提供法律层面的协助。毕竟都更真的很精，又精又深，希望政府能够对之后要都更的这个所有的都更案呢，能够给予比较多的一些
比如说相关的法律上面的咨询啊，或者是提供相关的辅助，是不是我们在相关都市更新条例或是相关的法令上面，他们觉得有所不足或是在其他需要协助的部分，这个我们来真正的了解，然后才能真正的来协助。王玉芬也强调，北市推动都市更新政策是重中之重，推出公办都更7599等都更8线政策，希望透过公私协力加速都市更新，也希望建立良好的协商沟通平台，继续推动都市更新。公视新闻采访报道。高雄大拿埔青春安置地都市变更计划作业正式启动，按说明年的6月底会来完成都更哦，一平换一平，嘛要增设2.82公顷的商业区，嘛按算讲伫6月24到26要来办3场的说明会，也毋过哦，当地里长、各民众各有真侪无同款的看法。大拿埔居民提出千川预定地地质图，以及3区是依照红门港千川村落来土地，456这3区是新挖出来预定地。对106年开始讲的大拿埔千川，高雄市府初二启动千川安置地都市计划变更作业，目前草案等咧公开展览。有民众讲，无论是环境的规划，也是保障内容，市府有提出升级。不过，毛里长认为，这个内容根本无符合地方需求。我刚拖在顶板在做回，唔知做你我告老爷。我们要的建兵是要钱都可以盖房子的呢，企业高雄错呢，这个说明人公会一边来嘛是个大一片。质量我哋到话，是一个资产重造、资产改造啦，庄脚资产含起来资产稳定比较无同。你今日如果用庄脚资产去到起来的时，重新改造变成比较有拉高它未来的整个资产总值。大拿埔千川影响到19000人、11000户的权益。都发局表示，这摆草案变更维持土地一平换一平、主题区换主题区、商业区换商业区的原则。为着要符合商业区地主的需求，有新增加一个2.82公顷的商业区。另外，民众也当透过高雄处的申请，将建蔽率提升到80%。大家都期待建蔽率看是不是能够放得提高一点。那因此，我们也特别规划，透过民众如果能够申请高雄错的相关的一个设置的话，那基本上这边的建蔽率是可以提升到80%哈。都发局表示，千川草案会公开展览到7月7日，因按算24到26要伫凤山区公所、前镇区公所甲大拿埔活动中心举办公开说明会，欢迎民众参加提供建议。记者郭家祖、郭超勇、高雄场报道。台东县顶礼拜到达7日，就发生4件渡水的意外，其中有一个是来自墨西哥的少年人哦，伊伫入岛畅水失踪，家属嘛已经来到台东咯。另外，昨暗头啊，伫东海花有一个高中生渡水失踪，伫早起11点找到人，也毋过已经不幸过往咯。初二尾仔一对兄弟仔到台东县东海岸天空之境海域顺水，也毋过读高中的阿兄煞不幸渡水失踪，经过搜救人员海空搜寻，初三早起11点左右总算找到人，也毋过已经死亡，家属真艰苦。台东县消防局呼吁民众到开放水域活动，爱做好万全准备才落水。10点58分的时候，我们在北边的礁岩地区发现溺水的民众，那经确认之后确实是昨天溺水的学生。台东县为顶礼拜到今嘛7日的时间，就连续发生4件渡水事件，其中一名是墨西哥籍青年，顶9月30，伫绿岛大白沙浦场失踪，还未找到人，就叫家属青山赶往台东坐船去绿岛，家属根据专家提供的海流方向，希望咱国家日本政府参与民，会当前往东部海峡去日本石湾岛之间找找，佮提供5万美金，互找到啦。With help of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to look in the Yonaguni Island in this region, please. We need your help and also fishermen, sailing clubs that go through that region, please. 热天东部海峡活动真受民众欢迎，海流变化真大。海巡署东部分署甲台东县消防局提醒民众一定要到安全有救生员的海域，也是安排当地畅水教练带领，才落海较安全。公视新闻采访报道。5日前有一阿嬷载孙桥倒摆上国道1号路南的秀水路段，伫初三半暝1点50分哦，国道1号路南的园林路段，毛民众骑乌倒摆上国道，警方接到通报，嘛甲这违规的驾驶以公共危险罪上班。
民众的车驶伫高速公路，但是头前甲附近的车拢拍警示灯。详细甲看，快车道竟然有一台奥多拜。机车啦，我确定看到机车了。这呢危险的画面，就发生伫初三半暝1点50分，国道1号路南213公里的园林路段。这台奥多拜毋但违规骑去伫高速公路，甚至佫伫快车道劈车。国道警察接到通报，随赶去现场。这嘛是中华路段4天以来第2件有民众骑车去伫国道的事件。本大队于国道1号南向213公里发现石男所骑乘机车，经查石男欲返家，因而骑上国道。本大队除依法举发交通违规外，并依刑法公共危险罪侦办。除了民众甲奥多拜骑去伫高速公路，初二下晡2点48分，伫中华国道1号上北路段209公里的所在，嘛有发生4台车相撞的意外。警察表示，4位驾驶拢无饮酒，详细事发原因也搁咧调查。本案驾驶酒测值均为0，现场于15时20分排除。相关肇事经过及肇事原因，本大队正研判厘清中。警方表示，高速公路发生车祸，真侪拢是因为车辆无保持距离，上重会当罚6000块。警察嘛提醒，这几天会有大水雨，驶车视线歹，民众就要遵守交通规定，注意驶车安全。记者杨淑成中华报道。顶个月礼拜，南投第3个清洁队有队员要求民众得爱做好粪扫的分类，说好这个民众骂佮恐吓，甚至佮起卡动手。公司嘛已经向警方提告了。粪扫车一到位，这个民众骑着奥多麦，竟然将一大袋粪扫弹入去后车道。不过清洁队员看到内底掺杂真侪纸类甲回收物。这就是啊，你无，来等分类好才摕。无啊，无会用工啊。不过这个民众却无要接受，将粪扫硬是撒倒转，随后开始黑白骂。这就是啊，啊你就讲啊，你，我就甲你讲，真正爱分类啊。你叫电锯出来，你嘛袂走。这个民众情绪实在真激动，甚至出卡要来占车，还佫威胁要有这个劝导的队员失去工课。但是发生伫顶个月28号，南投第3清洁队的人员，尾暗嘛当伫进行粪扫收运的工课时，劝导要求这个民众先将粪扫带回分类。不过却因此被言语攻击，其他民众嘛认为不适当。自己要检讨一下啦。那队员也是口气也相当的好啊。如果外县市整车不收，那不是更惨吗？就影响到所有人啦。第3镇清洁队嘛表示，粪扫若是无做好分类，规车会被退运，对象若爱被罚款，还佫开真侪时间甲人力来做二次的分类，嘛影响到县内粪扫的计划。还会罚款，那罚款的部分呢，就会由我们全部所有的队员承担。那我们在退运之后呢，还会再做一次的2次分类，那会动员将近70个人力呢，来做一个退运的一个分类。2月份的婚林嘛发生2件清洁队员被民众攻击的事件，这次佫发生伫南投。公所表示，已经协助队员向警方提告，公然侮辱以及妨害公务，嘛呼吁民众爱确实做好分类，啊，就无卖依法的告发。公司新闻南投报道。不满公车定定过站无停，有学生就用手机甲记录落来，上网络去申诉。桃园客运是表示讲，这是驾驶个人的行为，会来处罚，嘛来加强教育训练。用手机甲公车过站无停的情形翕起来，学生控诉桃园客运误控速公车有一个司机，就算因甲车摇手，要是连续3届拢不爱甲载。这个司机他每次不停车，这次他会不会停呢？嗨，应该不会，应该没。为什么不停车？代志发生伫龙潭区11分站，也就是石门国小对面。投诉的学生讲，其他的司机拢会停车，干那这个司机甲人无共款。即个讲公车的司机敢袂当家己经停靠站，无想要载就跳过人过。有遇过站不停的吗？没有，每一站他就会停。根据了解，误控速公车会驶入去石管局，了后翻头才阁出来。这个司机认为讲，若提早上车，对遐伫对面车牌排队的学生无公平，所以伊过站无停，拍翻头了后才阁倒来载。经查为驾驶员个人疏失，本公司将依公司规定移送奖惩会议处，并加强该员的教育训练，以确保民众权益，避免再犯的可能。针对民众投诉讲司机有过站无停的情形，桃园客运回应，
这是这个司机个人的行为，公司有规定，只要是车牌有人客都爱载。除了会甲这个司机送奖电费来处分，嘛会加强教育训练。公司新闻唐凤报道。今年台南的国际飞龙船锦标赛因为奖杯的设计有争议，有民意代表就批评讲，这个设计唔但无台南，嘛无龙船的意向，甚至佫是中国货。台南市体育局表示讲，这是承包商出包，因会来定做奖杯。飞龙船比赛选手拼色咧白，台南国际龙船锦标赛诚侪的市民甲游客关心。不过今年比赛结束，却因为奖杯设计引起争议，有民代批评今年奖杯唔但无台南意向，连龙船的元素都无，可能自己那是中国网络买的公版货。实在看奖杯下面大大字写 Made in China， 互选手感觉足失望。无迄个心去做这个活动安尼啊，所以无怪我想讲，无怪队愈来愈少，然后比起嘛愈来愈无感觉。可能今年特别准备有拿到名次，结果看到很没有纪念价值，就是希望大会能不能说做笔记或者是沿用之前厂商的设计。沙到的这个奖杯是 Made in China， 就是中国制，刷来了后，淘宝顶款一查就买会到，你叫这这个选手情何以堪？参加10几档的选手讲，干那训练就要2-3个月，参加比赛对因来讲是一款荣耀。因认为这回奖杯无论是材质外形，拢参英年差真济。嘛讲今年奖金变少，赛制嘛改变，连龙船的船只的经理嘛真精彩。低数真济选手拢去外县市参加。体育局表示，因为今年外承包商无注意到这安尼生，后续会个定做。像今年龙舟船只的整理方面也很随便，旁边灯条的装饰也没有处理好。今年很多选手在下水练习的时候，每个人都被他旁边的螺丝刮伤。在当天晚上就跟厂商讲，就马上要重做奖杯来发给我们这些得奖的这个单位。另外，李总林就披上旗帜，比赛现场有市集，讲会有特许参国际特色，实际上煞有南中国际的货，因认为无该特动。针对争议，体育局回应，确实有需要搁改善。市府嘛强调，未来若办大型的活动，会搁较严格审查。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伫嘉义要来建设无人机的产业园区开上100亿要来发展无人机的产业。为着要培训人才中科院甲国立中正大学今仔签约，望讲会当来结合产官学3方面的资源，伫园区内底来设研究室，来推测研发、教育甲人才的交流。中正大学无人机的研究计划团队向中科院的院长分享目前无人机方面的研究。计划主持人表示，目前研究的方向也是以国防安全为主，所以除了无人机的控制，甲 AI 人工智能的结合，嘛要来提升无人机的效能甲强度。那当初最主要的就是咧国防应用哈，因为在那个定义了，它可以飞得比较远哈，那也比较在制空能力比较长嘛哈，制空的时间比较长。伫嘉义县民雄要成立无人机园区的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甲国立中正大学以无人机甲人工智慧做目标，要为研发教育甲人才培养来合作。初三即天正式来签署合作备忘录。在整个无人机产业，我们除了提供有很多的这些学生之外，我们在资通讯、在智慧控制影像，甚至法规甚至整个社会人权的议题方面，都可以提供很多的这个协助。产业园区就坐落在嘉义县的民雄乡。中正大学刚好是我们最好的邻居，那就近利用中正大学所有的研究和人力资源，当然可以让我们无人机的园区未来能够更进步，产业更茁壮。中科院设的无人机园区暗算3年总预算86亿，目前国内已经有超过70间厂商有进驻的意愿。中正大学表示，希望中科院会当提供无人机研究试验的设备甲资源，透过合作，让咱台湾无人机的科技有更加好的发展。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为着要让菜色当来抵抗高温甲寒流，农业部是辅导农民来引进智慧的设施，提升生产的品质。伫桃园八地区的生产合作社，嘛甲农改场来合作，生产高品质的糖食菜，专门提供给顶台风。大雨讲来就来，桃园即搭蔬菜生产基地一早就拄着大雨侵袭，好甲在蔬菜全部种入温室内底，无遮大滴的雨拍伫幼幼的菜栽顶头，可能就拍断去。为着应用极端气候对农业带来挑战，温室已经变成现代农业的基本设备之一。温室生产是一个比较精致生产的一个方式，它就必须要有很多的
科技进来，它可以协助它可以整个生产更稳定，然后品质可以更好。这搭农场主要是供应有名餐厅鼎泰丰王品集团，重视高品质的鼎泰丰爱的汤匙菜，希望长度在20到25公分之间，菜骨甲叶仔比例嘛1:1，免怎和菜生做一模一样。农场引进机器，压制的时阵嘛要注意平均，压水的时阵更加要注意到水量敢有交匀。浇水一定要很平均，尤其是在种下去当时要发苗的时候，我们的水分是要非常非常平均的。27倍大的温室内底，要让大家所在水拢平均，农民甲农家场嘛经过不断的研发。那它就会变成一个圆形的一个喷布，那它每隔大概1公尺左右一个喷头，那它就可以做一个所谓的覆盖。对间温室，什么时阵应该压制，什么时阵应该移湿，压水的水压又该如何？农业部协助农民导入人工智慧，合作社表示，在欠工的时代，安尼做节省能力。当年省下80几万的人事费用，另外嘛省下几十万的电费。公司新闻林俊文朋友组唐恒报道。下晡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29度；中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29度；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29度。东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1度；华东地区上低24度，上悬28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川普敢若4当尔吼，所以伊的时间比别人较短，想要做一个美国历史上上伟大的总统。关税总多影响是伊会改变迄个